好多人以為老火湯好補身，但如果由營養角度睇，佢未必係一個理想嘅蛋白質來源。經過長時間熬製，大部分嘅蛋白質依然留喺食材同埋肉嘅本身，湯入邊反而有較多飄力、脂肪同埋鈉，所以老火湯飲下無妨。但如果你嘅目標係減重同埋補充蛋白質，我唔會建議靠飲老火湯。我會直接揀真正可以提供優質蛋白質嘅來源，例如呢款皇朝燉肉汁，採用咗蒸燉萃取技術，保留天然營養。每一包有3克蛋白質，其中包括人體9種必需氨基酸，而且零反式脂肪，冇添加防腐劑同埋人工色素。除咗直接加熱飲，我更加中意將佢當做一種食材，平時煮麵、蒸蛋、烚菜，加一包已經多咗天然肉香，又可以增加蛋白質嘅攝取。對於成日趕時間又想食得有營養嘅人，真係方便好多。我成日都話冇任何一款產品可以取代均衡飲食，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成日食唔夠蛋白質，又想揾一個方便容易融入生活嘅方法，呢類產品就可以係其中一種選擇。我一直相信減肥唔係靠戒口，而係識得作出合適自己嘅選擇。